各位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我相信好多觀眾朋友都學小寵物，像我學嘅小寵物，我是學過怪嘅角蛙，韓國我也下學嘅係一隻東頂一下嘅貓嘅，佢按到烏嚕非常嘅頂一下，因為動物嗰種毛茸茸嘅感覺，你看到佢就會知道有一種療癒的感覺。唔過寵物有非常多種。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一種寵物，有機會做得來體驗來學習哦。所以係乜嘅寵物呢？先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呢度邀請到嘅來賓係啊志聰農場嘅種子總大哥分享。大家好，我係今日進訪以來呢位嗬。我係種子總，香港志聰知道的。係阿志聰你好，當親切嘅名誒，做乜嘅人就嘅農場按到志聰，叫姐夫農場。嗰時候大家人下看到，你就姐夫，係咁樣哦。係啊，咁樣。真的哦。我準備我本樣啊，本樣給弟弟妹妹進度啊。哦。攞茶進度先哦，唔係我將路可以給弟弟妹妹本來都進度。佢同學咩話來就冇料啊，大家都係我志聰啊嚟。阿叫誒就是啊，反正就既然按到人係愛志聰誒，嘅中秋我就按到志聰農場好誒。係，佢之前嗌到 baby 買肉嘅咩？買肉嘅買真好啊，佢唔知有賺到錢啊。就像我講，後面我自家主動地出來做事，自家做自家冇講前財務部公司創設啦，我就自家開了志聰農場。係，開始喺度嘅網絡做起來啦。哦，啲網絡做起來，啊，唔過也係有限卡無權用嘅計劃個。一開始我就講到嘅學寵物嘛，啊，今日阿志聰咩帶嘅動到人，動到動物來同佢腳下來上節目，就噔，有一隻雞嘛，韓國有幾啊隻雞子，對唔對？啊，我家下講嘅學寵物嘅體驗，就係做得來體驗來學雞嘅，學雞子學錯冇？係錯。哦，嗰時候你有一隻按到出租小雞的計劃，為來攞這個小雞子出租出去，做得安樣。哦，也樣辦嘅一隻計劃，再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上來出租嘛嘅東西，啊，出租幾久？好。你啊，我講到之前我本來主想我學嘅買雞肉、買雞卵，青島嗰種嘅雞子，我保喺嗰種嘅我主想嘅東西好好嘅，大家好限定4多錢去買卵買雞肉咪好，所以講嗰種嘅雞子全部我自家鋪出來，鋪出來我就第幾有茸嘅冇茸嘅咪好，忙啲有一年啊我就。雞子煮細本來學到胎，忙啲胎我要食得嘅，我就想哦很大眾很的啦，我就想後面都得，我就開始賣雞子，我賣雞子然後學雞的事情就變到清如日事哦，沒出賣雞咯賣雞肉，天，哦有一度啊嘅有年後來到農場。就看到雞，就講很正很神奇哦，很想我學，我用電腦慢學，跟我就想啊，後面我都得準備全部東西俾，好有啲嗰種嘅三隻雞子，天火叫我講狼咩啊，天火俾龍還有嗰種不用清大便嘅嘅益生菌，我全部裝好晒，佢就都帶轉去學嘅。嗰時候係貴族嘅安樣，包含龍嘅安樣，就做得帶轉去。係全部帶轉去吼，帶轉去之後佢可能佢冇學啊，我係專業嘅咩，我做乜教佢慢慢學嘅，佢有乜嘅問題就問我就來講，哦佢就唔可以按到擔心害怕，我就按到做起來。有問題就做得隨時問你就錯嘅。當然，佢冇學咩，我都教佢學啊。還有啊，我就做日常年齡。哦，像一張嘢。就漂雞子就漂日常年齡。就按用30日。30日。嗰30日雞差唔多會有幾多變化？比如講像按下雞子就按用天天嘛。雞子差唔多一個拳頭嘛。放啲胎就變2隻。一張嘢。日常嘢咯。一張嘢就不用2隻拳頭按胎。係轉胎呢？OK，佢只30日青島東西好看啊！哦，比如講雞子會慢慢食水啊，食水佢熱天頭拿冇會睇落。
聽落馬來去咯，哦，佢轉啦留下去。按鈕是這個按鈕。按鈕多是。還有加嗰種嘅說飼料咩係？哦。說飼料基本是太雜嘅，細雜嘅嚇暗掉能食。哦，太雜嘅是生的咯。後嘅地方都幾多地方都細神。佢細神出開落嗰種有木屑咩？佢做地方都細神。鏡頭神奇嘅事情都會發生到倆容易度。古時候就做得來做一隻觀察，因為我記得我係細嘅時節，所以好2年生嘅時節，嗰陣時學校沒有啲嘅學雞子，啊，因為嗰陣時係冷田、寒田，跟有嘅那個寒流來，然後從後就講馬上人做得了雞子帶轉去烏卡，然後我們就喊佢雕給天婦，然後本佢保溫這樣子，我細嘅時就對這件事情有一點記憶，我知道嘅係就是生命教育跟生態觀察係結合做強下嘅。哦，啲雞子啊，佢細佢可以38度啊，38度嘅火能都得啦，冇幾多冷。真嘅嘅雞子一下係完全嘅挖到嘅天婦底下。係啊，幾多冷啊？哦，對。還有冇雞嘛，叫做天婦啦，冇天婦幾多冷。古時候按用漂雞子嘅雞肉係冇雞嘛嘅，古時候就聽說我有呀天婦都順風嘛。3生嘢，唔過你像你條雞子按定一下，佢條咩係生命啊？古時候啲啊漂雞子以前係唔係會對呀愛漂嘅人來做一類像係調查啊？大家講按照漂雞子哦，你做按照漂啊，漂做簽合約嘛。還有隻合約地方都要寫到啊，係呀嗌。雞子係健康嘅那本咧，你就會好好嘅放啊，係放冇喺佢小體應該放下錢。哦，人哋講暗啲攞埋攞去小體嚟啊，嗬。嗰時講記住我記得是，我記得天賦一點，哦兩條事情我全部搞本嚟啊，唔係地道啊，係凊彩做啊攞埋嘢。就點解硬問題啊？唔係硬問題。應該講，係講一下下愛留一條雞子漂咗去牙不看嘅，愛來照顧佢條，就愛護基因啦。愛好好來保護佢條咩係生命嘛。係我就寫兩條啊。當啲有的人看到佢就摸嘅。啊？我兩摸一眼就真的是。就真的就是不要了哈。有的人看到佢咩行我學啊。其實佢會先食兩條雞子，唔可以弄埋嘢啊。跟我做啲兩條人，然後來講下做有意思啊，來做教人弄埋嘢。日後咩親手有雞會小睇咧啊？係。做按弄嘢咧，做冇。古時候睇㗎，1整年以後就會留雞再個版本，也係講。嘅漂雞子哦，最體重咧，做到係講，有啲人哦，幾多學雞。日冷嘢，都唔得學日生嘢，哦，佢可能學啊，哦，都唔得嘅，話仲細，冇煮冇限，哦，弄埋嘢，哦，真冇問題啦，哦，幾多係防癌，最終咧係多都係防癌，防癌咩防癌？哦，牙冇嚟學到太，唔好講凊彩跳啊，冇煮本人啊，而咩唔要冇辦法，係啦，做啊，叫我防癌牙冇處理，我們嗰種嘅有啲做跳鐵啦，冇做送人嘅，幾很大數。冇唔錯，古時候見講按用嘅過程，可能當到生意呢，咩做得透過有隻機器來好好看雞子，來好心用版來照顧呀雞，錯冇？一陣嘢以後可能加到體驗過誒，你知道小朋友很容易3分鐘熱度，過得以後呀雞子沒有其他安全嘅素材做得去，還做得繼續睇，用這樣子的方式本生意呢來了解到規個育雞嘅過程。唔講嘅上來問哦，唔知啊漂雞子嘅過程啊，有談到乜嘅？當成自己經驗冇？哦，真多，係啊！有啲人講雞要分公嘅老馬嘅咩？佢看唔出來，佢就變一隻姜嘅。變一隻姜嘅？係姜係變地方。這是腦筋急轉彎嘛？看雞是公嘅還是馬嘅？然後又變姜嘅。講細妹好照鏡子，好照鏡子嚟做很多雞嘛，哦，細嚟好唔好？真的一屆捱到唔知，係雞要兩樣就真神奇啊！就就真好教啊！係就咩上當不要按當然咧，就平常愛分期公嘅馬，愛做嗰種嘅 DNA 鑑定。哦，所以真係愛本公馬係愛做血液的鑑定。係對啦，對唔係嘅職業，對用 DNA 鑑定。因為幾自然看唔出來嘛。看唔出來。等於講有啲人吼，廿種嘢日後佢想愛學下來。佢話係出兩種事情啊，我來講。第一個你要學到技工。哦。好冇
加工差不多400年就要抬啊，哦，加抬出加淋沙出，就会本草豆，唔防疫啊，哦，这个留意上草啊，天气出都唔得出啦，and 出的问题係嗰種益生菌，哦，益生菌分解雞的大便，哦，兩問題唔會出有出下神氣啦，你當然要變給雞變給屎出進出啊，差不多2年就出誒。哦，2年就出誒。2年冇種其實出個米頭誒。啊，唔過也就用也就家下有講到嘅益生菌的方法，本地也係做得吸到室內的，吸到溫度係做得，唔是聽說講我要吸到陽台啊、農波呀、無糖啊，沒有無糖啊，所以按用嘅方法加上了益生菌，還有這些我看到有紅誒也就，也係做得啲室內地波吸，啊唔可以有米氣。對啊，不能做做部室內地波去錄血啊，為了室內設計。有到嗰種嘅記錄人啊，記錄人佢喺細帶種下，佢可能有血嘅啊，忙啲辦到記錄佢都冇辦法血嘅啊。佢就像我上青島人老係平態咩？假細年咩老係細年就過小一年級啊，咩係細啊？我咪上一半係細年有辦法血嘅，然後細咩人嘢啊，佢可能。我咪上一半係細年有血嘅經驗啦，嗬。我就準備了，佢哋咪都準備了部細年款。主要是愛老探人互動啦，也做完到一個教材。冇唔錯。亦都留了教材，然後細年互動。真嘅，古時候因今日當神奇哦，今日主題唔但請同大家來分享下結論嘅，還同大家來分享下漂格子嘅計劃，還有很多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個進來。要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大家會一直聽到啾嘅聲音，因為現場唔單止有阿季蟲吼，這個季蟲農場嘅主人吼，也總之種泰國以外，還有呀雞嘛，還個叫隻鴿子，古時呀哈，另一樣旁邊都會聽啾，很可愛、很療癒的聲音，我想。也咩係可能也自從吼，因為學嘅看到嘅這麼療癒，古時候你有按用嘅漂格子嘅按用嘅嘅話，本太家來吃看啊，30年就得看到格子有用嘅變化，就得感受到嘛嘅，唔過。畢竟生命有時候就是不是這麼好掌控的一件事情。你是有讀到過有人學格子學到冇辦法再個版本嘅冇？有啊。結果佢當時嘅情形係樣板，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 QQ 啊，格子就3隻格子咩？一隻小體有含一隻全都一隻啊。就講幾隻格子我小體啦，就夾到我辦埋。哦，主要來講啊，下巴嘅主可能生下來主下冇健康，主冇。你點到你還要按 V 記？係啊，主要來講冇佢什麼都冇講好聲就叫人唔掉，嘅眼弄辦法嘅眼動唔掉，這個不用太擔心，有時候雞就是這樣，生命就有生老病死啊，只是你可能都只是碰到死掉的區塊嘛，那活着的其實怎樣，就是這也是生命教育的其中一環啊。但當然盡量呀，這種事情還是有發生今後啦，對不對？唔過像人嘅經驗，用漂格子嘅計劃，大部分格子都做得版本嘅嘛，對，都係健康嘅。佢能照顧3隻格子呢啊，所以講佢就很小心啊，很小心照顧了3隻格子啊，佢看佢太好毛啊翅膀嘅毛不成上面，然後只有農民人，就還有量體重啊。哦，還要當格子量體重。體重係講佢當你有食東西啊，日天有東西會上用咩，然後體重會慢慢的長，3克4克，3克4克這樣長大。好可愛哦！所以如果你可能你生長嘅時間看到，可能它長得比較少，就要比較注意，給它塞格子重。都唔得不一定好了。因為佢細細時嘅體重也可能30克啊，30克。咁啊，太棒啊，差唔多個150克。講你差唔多120克誒，倒出來，日天吃飽嘅東西，然後我們太啊，
3升叶120克啊，你就看能几台。古说呀，育鸡子含真人要用心呢，要好好来照顾家的。韩国呀，拿到嘅3隻雞子，漂嘅呀3隻雞子係無共用品種嘅，錯冇？係錯。哦，係哪3種品種嚟同睇下先？有拍攝咧，拍模嘅很多太和烏雞。太和，我呀下人看到呀太隻嘅。其實無骨雞就係品種啦，哦，無骨雞。哦。其實就細細嘅模出。你看佢有條藍毛係冇？伊凍醬呢，一雞嘛就暗醬嘅。雞嘛蝦醬啊？雞嘛蝦醬？雞公有得雞肝呢？哦，好可愛呀！看到嘅相片，佢夾嘅毛真係喺凍到嘅，蓬蒼蒼嘅哦。係。佢得條藍毛，夾耳公係橙色咧。哦，耳公係橙色咧。係橙色咧。我未看到誒。原來雞嘅耳公都咁勁呀片啊！雞係耳公啊。哦，夾嗰種係有腐蝕嘅。哦，攞嚟恐龍啦，有腐蝕嘅哦，咁摸係種嗰種嘅兔子，是很柔順的那種嗎？拿起來親，很舒服啊，真的，蓬鬆。我想要偷摸一下，它會不會啄我？試看看。哇，真的耶，它是很蓬鬆的耶，軟呢，野毛像就是絨毛的那種感覺。這個叫絲羽啦，就是一絲一絲的。毛哦，還有一種叫片羽，一片一片，哦不一樣。這樣苗一來出來，幾多蓬鬆啊，所以它的寵物性很高了。真的，好可愛。青東然冇攞去帶轉去都種狗沒有玩得響，哦，金山雞啊，轉來出可能都有雞啦。療癒那個毛，好療癒哦，所以這叫太和烏雞。係嗰種，它地方都有各種嘅。再黃黃嘅，叫人都北京油雞。北京油雞。北京油雞。哦。北京油雞是慈禧太后的御用雞種。哦。哦，它雞胸是比雞腿好吃的。哇，雞胸比雞腿好吃，真的呀假哎？給胸脯牛就塞，不是嗎？可是哦，給台灣的市場就喜歡論斤論兩買賣。嗯。他喜歡又大又重又肥又便宜。嗯。然後它都沒有這些特點。不重不肥。佢差唔多6張嘢、8張嘢，能有肉。哦。我學清久啊，就清東唔好學硬嘅，買冇錢。咁你做乜搞學硬用嘅？醬啊。醬。佢條南冇咩來睇。哦，對，佢係黃黃嘅。太太金神雞。哦。我了解我做真好。我做好了就雞子，我做希望佢都誒。很多功能啊，哦，唔免煮多生用的，其他都不用看醬，又會生亂，跟住帶轉去都會學安內，啊，煮魚都當寵物養，又亂哄養，煮咗生亂。有做定你是韓卡到冇共用品種嘅嘅？青東人撈到雞煮分到公雞跟母雞，公雞母雞啦，還有醃雞、肉雞、土雞、蛋雞，韓種就冇配種啦，那雞尾就學青島種啊。哦。係啊，你邊啲都有2種。係，啊，第3種係。第3種係叫做三黃胡鬚雞。好長的名字。三黃胡鬚雞。三黃胡鬚雞哦，嘴巴黃，好雄赳赳、氣昂昂的感覺。對，嘴巴黃，身體黃，腳黃。這個感覺就是那種畫山水圖，有冇？我也不知道給這種給。對啊，給出，它很強勢啊。哦。它在我們那邊是很強勢的存在的，它就是生命力很強。哦。雞有種雞子會飄出去冇？會。咩會？那點會踢惡係？細你而家上聲音你講佢。哦。細上聲音那一啲啲你咁講。我想說佢3隻會不會欺負其他小雞這樣子？唔會啦，嗰種嘅佢3隻雞子哦，出很多同班同學。哦。係佢會欺負係講很多。轉學生通常都會被在校生欺負啊，哦，這種的，所以他們同班不會欺負，不會欺負其他，然後通常還是他欺負誰，哦，有的比如講有的雞子兩張嘢咧，佢會欺負2張嘢咧，磨出2個禮拜，哦，佢哋查聽到主動的就可能，但同梯的就沒事這樣子，哦，我也看到有隻雞嘛，其實佢唔係一條雞子嘅媽媽。啊！唔過佢係會照顧佢，我看到佢嘅一格大廈鑽出來一隻小雞子。但出看到你雞嘛吼，你用雞出會照顧撇曬雞子，哦，你出精神氣啊，然後青島安內雞嘛，就比如講我喺天，我用雞鋪出來啊，我有隻雞嘛都會攞嚟天數鋪啲雞子，我係做唔是這樣放。哇！
哇，哦，嗰個點火係因為冇嘅嘛，嘅溫土來保護佢，嗰時愛點火。係啊。哦。嘅做喺38度咪。冇火就會冷，要嘅嘛在記住會冷就會走落去。哦，原來係咁呢。唔看你對嘅按了解，就係因為你學嘅經驗當多嘅，啊學嘅就一下清主要係要買卵嘛，買嘅卵。啊呀嘅卵其實當到農民清煩惱嘅就係睇嘅同路。啊，同路以為有上時要小腦講，比如講嘅一下嘅卵當多啊，一下嘅卵又唔拉。我相信當到做呀一級農業、一級農業的人都會遇到按樣嘅問題。啊，唔講我談講老爺，但問題處理到當好，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冇。之前就做農業嘅時間，我就想啊，而家東西多嘅時間，如果進去問人啊，我買冇，要去市集擺攤。其實按照賣東西哦，很沒有尊嚴，很沒有尊嚴啊！我就想啊，人哋嘅飼料餅較好，又冇溶落嘅，因為係去家鋪嘅卵，鋪嘅茄子。係，如全部做自家種啊，飼料嘅條係叫按照個係仔啊，叫食仔。哦。係冇用嘅種嘅動物性蛋白。哇。或者你講嘅見到幾條東西係度動物屍體嚟嘅嘛，係就冇用啊。所以講嘅水起落比如有啲清香啊。我地方要用益生菌來用咪，就唔會出啊。有啲人都得落人哋地方，看人哋攞埋肉嘅，得個順山買落咪嗬。你睇就上啊，你就看到誒，見到雞場唔可以本看雞場咪嗬，就冇就有啲問題啦嗬，佢就唔可以本看，人哋有限地本看，要來看到人哋肉嘅地方做安樣嘢，來要攞埋嘢，全部咩本看嘅啊。喺上到人哋嘅東西，按好都把佢唔判定買人嘅，人家就想喺咩都得人係買人嘅，係特種嘢做老卵基本。古天來天呢？係古天做好啊，特種嘢做到不下都訂做好嘅啊，嗌做老卵種好些嗬，做基本，你都不下訂做好啊。唔講我成打電話本啊，冇人講誒人亂說嘛。大概要幾嘅時間？大概記住人員差唔多。一個禮拜就到沒？一個禮拜就一到。一張嘢就到。一張嘢就跟上半年生落是按價，一張嘢一到。一張嘢就到，而係唔拉嘅，去到邊買，咩都得。你到人係順山買天第二個單位嘛。哦。買兩棟咩都得。哦。佢就都不下訂錯，我嗰陣打電話問佢，我亂說聽嘛。我說聽我就準備幾筆亂，我就幾筆。見邊攞飲起來，聽講佢3月就到嘅。按期哦。係啊，3月就到嘅。而唔是講我一到我免運費。哦。我哋啊做特種嘢做個基本，做到話訂做開。你拿到亂做3月亂嘅。嗰個按樣就做得當確定嘅確認講，比如講我嘅人客要幾多量，啊我有幾多量，我一下做得賣出去幾多量。你唔看咯，喺我亂做按度，我要按到客戶，我就要按到亂。因為客戶要按到，我亂唔拉，我等我買幾來上亂做好嘅啊。跟我就唔是學按到啊。講幾當然冇上亂咯，因為當然都有客戶，我亂就全部賣不了的客戶。還有嘅係按到年繳嘅，年繳嘅錢都成本捱啊。我就都得去買東西啊，我就好好照顧了條客戶出好嘅，我唔是上東上西啊。好好照顧客戶，好好照顧也條嘅，本件色好啊，我出品質好嘅來，按樣就做得一直按樣下去，當穩定嘅。當然啦，人哋要辦一些活動咩，佢哋要多啲來看，看到就買來，要做了條了。要行卡了解人嘅，做得講係消費者同人業者親緊密的結合，就係按樣嘅搭配，故所張委員看按到其他嘅計劃，其實還有行卡度嘅計劃，我同大家來分享啊，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嗰陣嚟。大
家又真到福起来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呀，雞蟲農蟲，加到唔單槍有呀賣雞卵，還有呀漂雞子嘅雞肉哦。啊，剛才有講到呀雞蟲吼非常嘅緊，佢同呀消費者有同密切嘅呀聯絡啊，就啲日嘅消費者需求係幾多卵啊，佢就問佢到幾多卵啊，用按樣嘅方式。很聰明的去經營佢嘅事業，故所當到消費者看到一卵啊，就會想到講佢嘅問題，係講佢嘅買卵，佢栽培過來，佢打開來發現哇，一箱卵是啲爛鐵舊粒用改善哦。你聽說沒是讀過按用嘅問題？哦，這個叫客訴嘛。像我個人看客訴這件事情我是很樂觀看待的。你看一個人他東西壞了，他可以默默不作聲就讓我離開了嘛。那他選擇就是告訴我說他有這樣的問題，所以我是還蠻樂見客訴這件事，因為我會改進嘛。那個我這邊的像我會使用比較好的蛋盒，盒子其實就它很堅固，然後蛋我都會挑過。哦，還要先切割，要先脫過。哦，你個亂爛鐵咯，你煮到煮唔歡喜啊，跟係亂煮成脫過，講長太長細係都冇嘅。哦，我長太煮開10度啊，10度煮個爛鐵。哦，還有嗰種嘅長細係咩冇，結果冷啊嗬。還有我出貨之前啊，我會拿天貨去蒸。哦。或者講有佢地方都有必添。我了解啊，我全部做。可以專家咁看得出來吼。就我有辦法啦，有辦法。看到了就亂就冇嘅，做好多 NG 蛋嘅，我叫做水來，哦，大概做全部保護些，讓出去啊。下班讀到下嗰種嘅司機啊，哦，佢出青島貨送唔出嚟，佢做喺樹下蟲，哦，仲快啲，幾咩可能？人哋會搞客服按照買，然後佢爭取一些權利啊。好啦，之後人哋都會搞佢。呀，爛鐵就聽過爛鐵，出工按照買做 hard sell，我有問題按照買處理，人哋啲按照做。因為講啲設計把關嘅部分做到清好，做到清度，按用確保送到銀行、送到消費者嘅數單嗰個時間，這個耗損減得越少越好，它的變音降得越低越好，越安全越好。係啊，把佢驚亂擺出嚟啊！佢如果人哋有年繳嘅客戶咪，係就多居民日辦係就多啲亂俾，佢沒辦法醫啊。不過大把就按，係啊，大把就爛到，係就補啲本，佢咩就防疫啊，最緊要問題就冇。啊，講到呀亂廢題嘅問題啊，我記得先前有講過呀，看呀亂黃吼，係唔係有人啱打出來嘅時，可能呀亂黃名氣係軟軟，也係講散題，有可能就係下唔好嘅亂。故所我今日嘅節目當中哦，我同大家來分享，係講打開一粒亂。啊！發現自己亂黃係散皮嘅，也係代表乜嘅？真然係代表也亂唔似係。哦。對，有的亂啊，散黃就是說它的蛋黃外面是有一層膜的嘛。哦。哦，那層膜破掉之後會導致蛋黃流出來。哦，這個東西叫做散黃。有時候是因為它喝水水分太多，導致。水太多咩會？哦，這樣多。有的不用長久，佢咩會散黃。我長久可能就清久，我差不多2個禮拜、3個禮拜，佢佢冇出咩都得食啦，佢冇問題啦。古上嘅亂打開來，看到閃閃嘅亂黃，冇天初喺快鐵咯，我 P 一下，看一下。快鐵 P 出米頭嘅啦。哦。佢煮嘅加嗰種嘅蛋黃嘅雜皮啊。爛鐵咧。哦，蛋黃流出來呢，轉來呢。啊，唔過有種種原因都有可能造成按用散黃的這個問題。冇聽說係表示講要亂廢鐵咯，對不對？哎，那真的是，我先前有色因為按用老亂倒鐵呢，我就知道，嘿，我就說啊，這個打開來呀亂黃散鐵嘞，那應該係廢鐵嘞。但是其實我有聞，我批起來我是有米線蒸送嘅，啊唔過我係喺強強嘅就撈佢倒鐵嘞，哈，古說按用真言就打送鐵嘞呢。哦，古說
到呀观念同大家来分享哦。汉白吼，你喺度到看到呀身體嘅內容啊，記得拿起來，用自家嘅嗅覺，用自家嘅感官來觀察一下咯。譬看啊，哦，冇錯，佢就表示講呀亂其實係還係似嘅，還係做得實咧，就唔是大宋，對不對？不少吼，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下自從農場，還唔單槍案嚟哦。前一波嘅因為疫情嘅關係，元旦呀，這個票嘅自己嘅話，因為愛人自家出來拿嘛。啊，唔過因為啊疫情就開發係那個以後唔是自家出來拿嘅嘅話，按到鋪亂嘅話。但是人比去年他們4月疫情就爆發，然後農場嘅嗰種嘅體驗活動、孵蛋計劃基本上全部都停擺，沒有事情可以做。剛才就想啊，喺進度，然後鋪亂，大家禮拜鋪得多沒？對年就鋪52多，哦鋪5年，然後咧就進地多按到蠻鋪亂，啊就想喺外面咩準備得機器，要機器然後6隻受精卵。哦，有受精的受精卵，佢都在帶裝去都不下都這個鋪亂。哎呀，就是10批幾個魚就做得嘞。全部幾個魚啊，人哋卵係沒有生命的嘛，吼。對，還沒有生命。還沒有生命哈，佢個都在機皮，嗰時候啊，大家都不下，生意咩都不下咩。對。好，捱住老了準備好勢，全部都機皮。哦。哦，呢事情做嘅時嘅出有錢落來啦，冇就冇錢，大家冇錢。然後如果拍一些 YouTube 影片。哦，搞人家弄蠻鋪亂，也是愛看，也是愛照亂，也是弄蠻嘢。照亂，因為我看到有10批地度還包含一咧數天筒，充數天筒嘅東西啦。這個很重要哦，也係用來看呀結論嘅變化。啲呀鋪亂嘅過程地度，呀結論會有變化嘅。哦。都結論都冇都結論都出結子21年。21年。係21年。用鋪亂機係喺21年，唔會客嘅。唔會。哦。進到年老到鋪亂機，了機器都我可以做生命上面出了。進化的感覺。那個生命形成就是需要一個時間的。哦，即使你是試管嬰兒，你也是要一個時間才能形成。呀，鋪亂機係模擬解碼鋪亂嘅用誒。係。嗰時候它可以保溫嘛？哦。那機器出38度嘛，濕度要65度以上。哦，你要這個環境，你才有辦法讓生命形成。嘅解驗用法，係講啲太自然嘅環境底下，解碼用會點解呀？下濕度係幾多？幾低啊？佢通早佢可以射神。哦。射神冇種色，可以鋪亂。哦，幾低啊？還有佢躺喺度加機子來講法沒？真的呀？佢躺喺度啊，佢容易講啊，人都躺唔到你啦。哇，嗰時候按用嘅鋪亂機就做得模擬解碼鋪亂嘅用嘅，本期溫度，本期濕度，要加水啊。哦，要加水。哦，還做得本期變面。還有辦法變面。那機器做很容易，用機器嘅最重要嘅是講佢啲到捱全部變落去，捱20人要出機子，捱算得到嘅，解碼就算唔到。哦，解碼冇天錯。冇天錯，佢唔低啊，佢咯，可能啲鋪亂人嘅量嘅唔低。按用，我很好奇耶，鋪成功嘅幾率有多少啊？講到了，就講6點內。人比你哋就上去看佢到嘅寫詩嘅度。哦，觀察。打開來看。打破來看，我會降低那個出殼率。哦，所以可是這件事情是一個生命教育的，它是個教材，它不是一個職業需要多高。哎呀，看到嘅相片就係用天賦做啲嘅鋪亂嘅亂嘅過程當中，嗰時候可能慢慢地會看到寫詩，慢慢地會看到乜嘅？哦，然後幾波。然後就會有身體咩？血管骨骼嗰度慢慢會長出來，你可能看唔到啊，全部肉色咩？你要看到慢慢你就看唔準咧，全部糊晒嚟，糊晒嚟地方都可能就咁磨啊，嗰度全部都糊嘅。我差唔多18年左右啦拿出來，都唔知見到嘅跌啦，叫我掟佢出來。佢出來以後用介紹幾多錢買賣啊？佢出來後，然後佢磨會濕咩？濕成到啲地方保暖，跟住磨走誒，能都拿出來。
拿出来以后呢，还是要找妈妈。我交给同学，我交给天父啊。哦，接天父。天父主要有温暖没？然后佢真係做到嚟啦。佢冇媽媽係咪？做人哋可以教佢同埋識東西、識水。可以當媽媽，當雞媽媽，哎，教佢識水、識東西。識東西就拿佢條拿吼，再啊，去點嘅水啊，點水點飼料。好可愛佢就第二弄嘛識。也咩係伊個生命方式嘅過程哦。故說唔過厝體都不卡按用做以外，係想要講出去行行聊聊，咪做得去阿姊從嘅農場去行行聊聊啊，錯冇？有一些體驗的活動，對不對？同大家分享一下。人哋見到人哋網絡看到人哋嘛，佢就想愛出街來人哋農場，看人哋有那樣嘢，學人哋攞去土機去導覽，學土機去研究咯，學佢喺考人哋攞人地方打狀去。係咪我捉幾隻咩多？未做得，我鋪幾輪呢？未做得。哦，故實學所以 Facebook 去尋繼夫啊，繼從農場、姐夫農場、繼從農場，就做得尋到人哋。Google 搜尋都有。冇唔錯。故實學看今日同大家來分享按到，唔但請同大家來分享幾輪嘅知識，韓國幾嘅知識，看到幾嘅品種，啊看到原來按簡單就做得啲烏卡地都學嘅，韓國鋪幾輪，也所有就係對呀環境啊，韓國對呀生命教育全部就有正面嘅影響。故實今日非常神夢繼從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謝謝。韓國美神夢電視機條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來做運動哦。好看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讚，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